观世音菩萨圣诞农历2月19，出家9月19，成道农历6月19，成道得道纪念，成道无以得道纪念。你看读作南无，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皈依。观世音菩萨诞辰有3个，其实真正的生日是农历2月19日，出家日是农历9月19日，成道日或者得道日农历6月19日，6月19日是得道或者说成道日，这里也是得道日，得道纪念和成道日，农历6月19日。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3心都不可得。少3心非事相，去除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须中庸之道，中庸之道。